看过一个映射了后，耶稣甲伊的门徒去到一个叫做客西马尼的所在，悲伤的重担，互耶稣心情非常痛苦，因为伊知影得要临到伊心上的代志，以及军队伊的人所会经历的事，伊痛心后就讲：阿爸，爸啊，若是有可能，请互即个杯离开我，总是毋是照我的意思，愿你的旨去行。